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要采购做公益，大家22539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先来看咱拜三分享的二中医2029顺利开出29个。恭喜有对到的朋友！今仔日是3月初6，拜四，有几套版咯，要分享给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儿中医。咱对10月31开始，空白的第一期、顶2期、即2，第5期的尾数5尾加5空尾，用1020，空白的第3期、即2 3，开空的。12月初9，空白的第一期、顶2期、即2，第5期的尾数8尾加5 3尾，用1323，空白的第3期、即2 3，开第3个。1月初4，空白的第一期、顶2期、即2，第5期的尾数加5 3尾加5 8尾，用1828，空白的第3期、即2 3，开8个。2月初8，空白的第一期、顶2期、即2，第5期的尾数4尾加5 9尾，用1929，空白的第3期、即2 3，开9个。2月24，空白的第一期、顶2期、即2，第5期的尾数5尾加5空尾，用1020，空白的第3期、即2 3，开2空的。3月初3，空白的第一期、顶2期、即2，第5期的尾数9尾加5 4尾，用1424，空白的第3期、即2 3，这就是3月初6，拜四要用的。14、24，儿中医。给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合数的儿中医。咱对1月27开始，6期一改，第4期合数39、58，
下5期開學綜醫26合數39 58 13 32下5期1 2 3 4 5開32個32合數39 58 0726下5期1 2 3 4 5開26個37合數39 58 0221下5期1 2 3 4 5開02個34合數39 58 0524下5期1 2 3 4 5開24個30合數39 58 0928下5期1 2 3 4 5開28個38合數39 58 0120下5期1 2 3 4 5這就是3月初6拜四要用的0120學綜醫予各位朋友做參考。這版是2期來學綜醫，咱對10月29開始1、2的第2期，下5、6期2期來0735學綜醫1 2 3 4 5第1期0735雙開。11月21 1、2的第2期下5、6期1 2 3 4 5第1期0735閣雙開。12月初3 1、2的第2期下5、6期1 2 3 4 5 2期來0735第1期無開，第2期開07個。12月初10 1、2的第2期下5、6期1 2 3 4 5 2期來0735第1期無開，第2期開07個。1月11 1、2的第2期下5、6期1 2 3 4 5 2期來0735第1期開07個，第2期0735閣雙開。1
1月13日的年终下5、6期1、2、3、4、5。第一期0735双开，伊这年终所以重复。1月18日的第二期下5、6期1、2、3、4。5第一期无开，第二期开07个。1月20日的年终下5、6期1、2、3。4、5第一期開07個，第二期嘛是開07個。2月18日的第二期下5、6期1、2、3、4、5。第一期無開，第二期開3、5個。2月27日的第二期下5、6期1、2、3、4、5。2期內0735二中醫，第一期無開，第二期，這就是3月初6拜四要用的。0735二中醫。互各位朋友做參考。伊即版已經準10屆，即屆是第11屆。號碼有介意才使用。過來，即版是5期。咱對2月初3開始，控訴的第一期下4期固定減9。1、2、3、4。咱為29開始，29減9、20。控訴的下4期1、2、3、4、20。20減9、11。控訴的4期1、2、3、4、11。1減9、02。控訴的4期1、2、3、4。這就是3月初6拜四要用的。025期，互各位朋友做參考。以上這幾套版路分享互各位朋友做參考。愛去看煞，愛甲大吉大利有三九按讚、分享、訂閱，並開啟小鈴鐺。感謝支持，祝大家順利中獎，再會。